對好多人嚟講，貓貓就係有一種神奇嘅魔力，就算你唔中意佢哋，亦都唔會討厭。近日有一幅位於油麻地僑光大廈外牆，名為《貓之花園》嘅貓壁畫，就掀起咗一股貓貓熱潮並爆紅。畫作中有多個獨特嘅細節位，成功吸引咗唔少路過嘅途人駐足拍照。而呢一幅巨型嘅貓壁畫係屬於本地藝術平台 Art Dreamers 其中一個名為 Project C 嘅藝術項目。Project C 咧，其實就係想用貓去做一個主題啦，用貓作為一個聯繫社區嘅一個嘅主題啦。咁我哋亦都知道咧，其實咧香港好多鋪頭咧都有一啲嘅貓店長嘅，咁所以我哋就用貓去做咗今次嘅主角啦。咁一來咧就即係除咗貓店長可以藉住個貓去介紹每一間鋪頭嘅歷史，同埋介紹翻嗰個嘅地區嘅一啲嘅文化啦。今次其實呢個貓貓嘅創作啦，除咗頭先講話同美容嘅元素有個 crossover 之外咧，其實我哋喺設計嘅過程咧都試過好多唔同嘅組合嘅。咁就包括有用唔同品種嘅貓貓啦，甚至係用唔同品種嘅花朵啦。咁最尾我哋揀咗呢兩隻嘅品種貓貓，因為第一樣嘢，其中一隻咧係美容院老闆娘養嘅貓貓品種啦，就係布偶貓啦。咁另外一隻咧就係英短啦，英短亦都係香港人嘅至愛啦。咁至於背後嘅玫瑰花咧，其實我哋初頭唔係用玫瑰花嘅，但係咧去到最後嗰一刻咧，我哋覺得美容似乎玫瑰花會比較啱啲，因為個感覺好似係好 elegant 啦，同埋即係好高貴嘅個感覺。簡浩然又表示，感恩團隊透過今次作品，終於正式被看見。我做呢個 project 嘅時間咧，聽得最多嘅 comment 咧，就係話我曾經見過你哋團隊嘅創作，不過唔知道係你哋做，因為我哋團隊就唔係太過積極做一啲 social media 嘅嘢。咁直至到今次叫做正式透過呢一個作品被看見咧，咁我就好感恩有呢個機會，亦都希望透過呢一個嘅機會咧，就講翻我哋呢12年咧一步一腳印嘅故事。即係好坦白講，喺即係香港咧要行藝術呢條路咧係困難嘅，係好困難嘅。因為好多人就覺得話，喂，藝術家本人都揾唔到食啦，即係你做一個藝術嘅中介，做一個藝術嘅平台，其實有好多人覺得匪夷所思嘅。咁但係喺我哋心目中咧，覺得任何嘢其實都係有可能，重點係你點樣去做嘅啫。所以個問題從來唔係做乜嘢，而係點樣去做咯。咁我哋叫自己做 Art Dreamers 啦，其實有原因嘅，因為咧我成日都 call 阿 John Lennon 嘅太太Yoko Ono 講一句説話啦，就係即係 A dream you dream alone is only a dream。A dream you dream together is reality。意思就係話咧，一個人發嘅夢可能係一個白日夢，但係一班人如果發緊同一個夢咧，嗰個夢有機會成真。咁而我哋呢個平台就係集結咗一班對藝術有共同夢想、共同理念嘅人，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扶持，一齊將我哋嘅藝術夢成真咯。另一方面，貓之花園嘅主筆李學峰正喺度默默耕耘緊，畫緊另一隻可愛嘅貓仔。佢分享喺畫畫時嘅一個特別經歷。其實我3歲就中意畫畫噶啦，畫畫變咗一個癮咯，而且畫畫咧俾我帶嚟好大嘅滿足感，俾人哋帶嚟呢個開心啦，係嘛？好似今次嘅貓貓咁樣係嘛，畫得出嚟好多人都好中意，好開心。街坊咧就有位女士佢嚟到，佢見到個貓，佢同我講佢非常開心，不過本來咧佢好抑鬱嘅，我話點解咧？原來佢嘅哥哥咧係1年前已經係過咗身，咁啊心情就唔好啦，係咪？咁我就安慰佢啦，我話佢只不過去咗一個好遠嘅地方，將來咧你都可以揾到佢嘅，佢就開心咗啦。我諗唔到咧，我呢幅畫咧可以令到對面嘅鋪頭本來冇人租嘅，都有人租咯，同埋畫花咯。我同佢係賣花，我係畫花咁啊，哇！好襯啊，我覺得。